福建社團買人撐政改，政制向錢走。為咗幫煲呔起錨，親中陣營組成嘅政制向錢走大聯盟計劃星期三搞遊行撐政改。阿爺吹雞，個個社團都唔敢怠慢啦。大聯盟成員之一福建社團聯會旗下屬會泉州同鄉會就發通告，列明每個單位要交幾多 quota， 又準備埋口號紙，鼓勵會員要扶老攜幼，約埋朋友，工人都得咁話，只要出嚟行，每人200蚊膳食津貼。根據20蚊張嘅建議，200蚊要做足10個鐘先賺到㗎。而家行下就有咁筍嘅工，我哋即刻以同鄉嘅身份打去報名啦。而且有啥物通送我嘛？我做餐會，200塊。係夾錢食嘅做。就是幾等年去食嘛。只要恁哪會知影我有去啊無去啊？你搞呢隻就報收款嚟幾咯啊？接電話嘅人話，到時喺維園集合點名，過2-3日就可以上同鄉會收錢。我哋再以記者嘅身份上北角嘅泉州同鄉會查詢，開門嘅人承認，只要參加遊行就有飯食。大家一齊遊行，一齊食飯咯！大家一齊嚟請你食飯，我自己意見就咁樣就唔啱。我哋係支持成個整改方案。至於係咪有100-200蚊現金，佢就話未定。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林樹哲就否認會派錢。冇咁嘅事，我就我所知冇咁嘅事。你知唔知呢件事啊？唔知。會唔會俾人外界以為你哋用錢嚟收買人哋去谷呢一個嘅集會啊？我唔知呢件事。你會唔會去跟進了解呢件事？我了解下啫。左派成日都有搞特平旅行團，送埋小禮物，收買人心。今次為咗撐政改派錢，泛民認為正好反映政改方案不得人心。